遊客流量概念嘅行程模式有4個，口號雙中圓福，雙中圓福，雙向往返模式，中轉圓形往返模式，第3個係圓形往返模式，第4個係輻射往返模式，雙中圓福。好，第一個雙向嘅往返模式，特點1，旅客採用同一路線往返呢個嘅原居地同埋呢個嘅旅遊目的地。假設啦，呢度係澳洲，係佢嘅原居地啦，去到目的地，去到香港，佢採用同一路線由香港返澳洲，呢個我就叫做雙向往返模式。等於幅圖入邊咁睇翻啦，我哋由呢個嘅澳洲直接去香港，呢個就再由香港就翻去澳洲。咁嘅時候我就話咧，呢個係雙向嘅往返模式。好，特點2，佢係單一嘅目的地，即係話由澳洲去香港，去完香港就翻澳洲啦。呢個係單一目的地。咁另外嚟講咧，佢哋可以話咧係可以有或者沒有咧呢個嘅其他附帶嘅支線行程。咁支線可能咧就佢會由香港啦去到呢個嘅深圳，之後咧都係翻香港，然之後由深圳喺香港咧就會再翻呢個澳洲。總之最重要就係去程同回程係同一個嘅原居地同目的地。第2個中轉圓形模式往返，今次都係啦，呢度我當係澳洲啦，然之後咧由澳洲嚟到香港第一站，咁香港咧就作為呢個主要目的地嘅中轉站。點樣中轉法呢？佢就係用一個圓形嘅方式喺呢個地區入邊做呢個旅遊。好啦，用個例子去講啦，去由澳洲嚟到香港，然之後去咗深圳、東莞、廣州、佛山、中山。咁喺中山咧就坐船咧係會翻香港。咁我就話啦，呢一個咧係一個圓形嘅方式，就會去翻原本嘅中轉站，亦即係香港。佢就會喺呢唔同地方入邊嗰度過夜啦，最終就會翻到香港，然之後再翻原居地。例子嚟講，可以擺個澳洲啦。好，第3個圓形嘅往返模式。好，特點就係今次旅程咧會係有多個嘅目的地嘅旅程啦。首先到達目的地開始，亦即係話啦，我從澳洲先咧，今次啦我就係先飛咗嚟香港喎。然之後咧，呢個行程入邊，由於有多個目的地，而每個目的地咧，因為都係會係咁重要嘅，所以話咧，佢係冇一個核心嘅停留目的地，即係想周圍走嘅啫。好啦，用例子去講啦，今次去完由澳洲去到香港，去深圳、東莞、廣州、佛山、中山，諗咩啊？去坐船去邊啊？就唔係去香港喎，係坐船咧，直接翻呢個澳洲。成為一個圓形嘅往返模式，亦即係話佢最後嘅到訪目的地係中山，由中山直接會翻呢個原居地，亦即係話啦，呢個嘅行程入邊，總之係由個尾站直接翻原居地，就唔會翻頭站嗰度嘅。旅客採取唔同嘅路線咧，就往返原居地。好，第4種
輻射嘅往返模式。假設都係由澳洲啦，就飛到嚟香港，由原居地出發澳洲，去到個主要目的地，呢個就係香港。咁啦，嚟到香港啦，就係利用香港嘅呢個嘅地理優勢。地理優勢包括咗一，背靠呢個嘅中國啦，近住呢個嘅大灣區啦。第二，香港有良好嘅交通設施啦，高鐵啦、海運啦、郵輪啦、陸路嘅關口好多個啦。咁嘅時候咧，以香港作為一個基地，然之後咧就去周邊短線度咧做啲短線旅遊嘅。而到訪目的地區域內，即係呢個叫大灣區入邊啦，其他目的地作為過夜，即係除咗香港住之外咧，亦都可以咧喺其他地方咧係住一晚啊。咁最尾點咧？最尾始終咧都係會翻呢個原居地就過埋去餘下嗰個旅程啊。個例子由澳洲過嚟香港，香港因為有機場啦，有鐵路啦，背靠大灣區同背靠祖國啦，咁嘅時候佢作為一個主要嘅目的地，跟住咧佢就坐高鐵去深圳北玩一晚，然之後咧就會翻香港，跟住咧佢又坐船咯，去中山玩一晚，然之後咧就再翻香港。第三日啦，佢又坐高鐵，今次去到惠州玩咗一日，然之後咧就再翻香港。最後咧就會由香港係翻呢個澳洲嘅。我就話咧呢個係輻射嘅往返模式。好，我睇翻呢度輻射往返模式，利用主要目的地香港嘅地理優勢，作周邊嘅短程旅遊。短程旅遊幾多定義啊？係少於24個小時嘅